歡迎大家收睇今集 Alumni G 國際學校新聞系列。家長們有冇聽過芬蘭、挪威等嘅北歐教育喺教育系統裏面成日被稱之為係全球頂尖呢？原因係因為佢哋重視公平、學生福祉、小壓力、好多探究式學習，而唔係追求無止境考試，培養出快樂、有創造力、全面發展嘅態度。芬蘭教育係冇標準化考試啦，着重戶外活動同個人化學習，學生幸福感高，創新力強，國際排名領先嘅。而香港其實都有機會體驗呢一種北歐風格嘅教育嘅。挪威國際學校簡稱 NIS 小學部咧，就係受北歐教育理念啟發，專注培養孩子嘅性格、慈悲、勇氣同能力，亦都所謂嘅 Viking Spirit。溫馨探究式嘅學習，專注全人發展。NIS 小學部喺大埔金山路170號，近日咧就舉辦小學嘅校園導賞 School Tour， 有意報讀嘅同學家長可以參加參觀嘅，親身感受下學校嘅環境、課程同埋教育氛圍。佢嘅導賞係持續1個鐘度啦，由校長帶領，詳細講解學校嘅願景、課程特色、環境同埋結構等等嘅。定期導覽係由3月到6月，每逢星期二下晝2點半到3點半舉行，公眾假期除外。每個星期其實都可以 book 㗎。另外想報名嘅朋友，請你哋就去學校嘅官網呢個 job form 嗰度登記，連結放喺下方嘅資訊欄，有更多嘅資訊亦都可以瀏覽學校嘅網址。家長想為仔女尋找優質澳洲學制嘅國際教育，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AISHK 即將舉行 Experience a Day at AISHK 開放日。呢個係香港唯一一間提供澳洲課程嘅國際學校，1995年成立，而家有約1200個嚟自27個國家嘅同學。佢係男女校嚟嘅，由幼稚園 reception 到12年級嘅一條龍制㗎。學生可以選擇去南威爾斯高中證書啫 NSWHSC， 或者去揀讀 IB。接近98% 嘅畢業生都係讀緊全球頂尖嘅大學㗎。哇！特別嘅開放日係呢個日子，3月28號星期六上晝9點半到11點半，你可以親身遊覽校園，認識老師同埋學生，體驗創意藝術、音樂、體育、科學同埋課堂活動㗎，感受活力學習環境。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記住要網上預約喎，把握機會，親身感受下澳洲式教育嘅魅力啦！更加多詳情，請留意學校官網同埋 Facebook 公佈。第11屆兒童書展將於今年3月27到29號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喺亞洲國際博覽館5號、7號、9號展覽廳進行，每日上晝10點到夜晚8點開放。今屆係以讓生命注入希望，從探索未知開始為主題，小朋友可以乘坐探索號暢遊各站點，亦都參與精彩活動，探索未知嘅據點，寓教於樂。展覽規模好大，有700幾個展位，亦都有預計30幾萬人次參加㗎。交通好方便嘅，設有4個免費穿梭巴士路線，每30分鐘到60分鐘一班，涵括金鐘、九龍塘、天水圍、元朗、荃灣等等。詳情請留意官方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去公佈。港鐵亦都有優惠嘅，無論係小童票或者係成人票都有唔同嘅優惠。成人票全日係低至53蚊起。亞洲國際博覽館周邊亦都有11 Skies 北同埋南邊2個公眾嘅停車場，立即去佢哋嘅官方網站登記，連結係喺下方嘅資訊欄俾大家參考㗎。家長們，原來3月28號星期六真係一個好日子嚟㗎。同日香港學堂Hong Kong Academy 亦都有 HKA Exploration Day 全日開放日，採取 IB 探究式學習，注重好奇心同全球視野。時間係上晝9點到下晝1點半，地點係西貢懷民道33號。分齡嘅體驗工作坊、STEM 挑戰、校園導賞同埋老師互動，
活動係免費，而每個兒童咧係需要一個成年人陪同嘅。以下就係活動報名嘅連結。學校亦都有提到話，如果4月20號前提交入學申請，可以優先批核㗎。頭先所講嘅2個活動都係免費，交通方便，家長記得盡快網上預約，先到先得。想為仔女揀適合嘅國際學校，3月28號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嚟㗎，快啲去學校查詢啦！更加多詳情，亦都留意學校嘅官網同社交媒體。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！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最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